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啊！頭先喺唱嘅時候咧，我都自己諗好耐冇試過咁啲內心嘅啲説話同神講，都佢嘅淚腔都當揚緊，今日可能流淚咧就尷尬，所以忍住。我同 Suki 冇夾過呢歌，但係裏邊嘅歌其實都同我哋今日嘅信息有關係。今個季題咧係講真理、真實嘅你啊！真實嘅你咧係一件唔知大家會唔會覺得係一件好得人驚嘅事。我哋其實認唔認識自己嘅咧？從小到大咧，唔知有冇人同你講咧？你都要認識自己啊！明白自己啦，咁先過得好啊！可以避開啲嘢，避開某啲嘢。咁但係實際上，人真係可唔可以認識自己嘅咧？同大家睇一段片。唔知你同唔同意啊？有冇共鳴啊？如何好好接受自己係人生嘅功課？今日咧想同大家去講一講你真實嘅自己。你點樣對待自己嘅咧？你愛唔愛自己嘅咧？呢個課題咧喺心理學輔導裏面咧都好多豐富資源。不過咧，我今日想探討嘅就係基督教信仰咧裏面嘅自我和解嘅問題。聖經對我哋好多行為嘅規範，唔好講大話啦，唔好自私啦，唔好講粗口啦。但耶穌話咧，你哋常守我嘅道咧，就係我嘅真門徒，你就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自由。其實都幾矛盾嘅喎，叫你做某啲嘢，然之後咧，你就可以得自由，有幾矛盾咧？但當你如果對信仰認真，其實你每一次做唔到信仰對你嘅道德要求咧，你真係會感覺到慚愧。在座裏面咧有冇咩信？有冇人係信二代嘅？全部都舉手。有冇係唔係信二代？都有。好似唔係信二代啲大啲嘅年長啲，舉咗手。聖經對我哋好多要求，其實你可能信二代由細大家都知道啦。就算我哋唔係信二代都知道啦。同埋咧，信二代有樣嘢慘，當佢犯咗嚴重錯誤咧，佢喺教會咧係通晒街嘅，知道晒。個感覺咧就好似困咗喺個道德規範嘅籠裏面，好似信二代咧特別嚴重嘅喎，因為你阿媽知，全世界都知，邊個知？全世界都知。我大概都明白咧，點解二代青年人咧對信仰咧日積月累。如果佢放棄信仰，或者其實少咗一份道德枷鎖，但係佢又知道信仰係好。你諗下個人幾咁唔協調咧？如果真係要佢靜低落嚟去諗翻嗰啲片段，佢做得唔好嘅片段，然之後亦都佢對佢嘅信仰嘅理解，佢做得唔好，哇！我估下，佢真係攞啲時間嚟咁做嘅話咧，可能積壓喺裏面嗰啲已久嗰啲憎惡自己嘅聲音排山倒海咁爆出嚟。基督教咧就係常常叫我哋要愛神啦、愛鄰舍啦。咁自己咧，基督教點睇愛自己咧？耶穌就話咧，凡救自己生命嘅必喪失生命，凡為自己喪失生命咧就必找到生命。凡為我喪失生命就必找到生命。好似都傾向咧，叫你冇咗你自己，你自己唔好咁樣。基督教信仰其實係咪好希望我哋否定自己嘅咧？今日想同大家去梳理呢一個信仰問題，點樣睇自我呢個問題？開始之前我哋祈禱。基本上係我哋好感謝你，新嘅一年，我哋能夠聚首一堂喺教會。投入去敬拜你，去享受你嘅愛，去讚美你，歌頌你。我哋更加懇求嘅就係主你向我哋説話，
向佢內心深處説話。呢個世界冇人可以做得到，你可以。求你引導我哋，看出你嘅話語裏面嘅奇妙。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字。阿門。OK，嗱，近代咧就有好多測試點樣認識自己嘅方法。有譬如比較科學啲嘅就5大性格測試啦。咁DISC 咧都好多數據嘅。有9型人格啦。咁近期咧就好興啦，呢2、3年咧好興呢個咩？MBTI 啊，有人做過啊？阿冠都有做過啦，係咪？你諗猜我 MBTI 係乜嘢？我係外向定係內向㗎？外向呢邊，外向呢邊。我係內向，我係 I， 我定係 E 啊？做過測試都係 E 嘅，竟然所以星座竟然好，咁我係 N 定 S 啊？點解嘅？好叻喎！我係 N 啊，我係 T 定係 F 啊？我係 F， 我係 T 嘅，同埋我係 J 嘅，所以係 ENTJ。你開到個電話出嚟，ENTJ 點咧？ENTJ 咧就係啲老細，唔講廢話嗰啲老細，係啦，好討厭浪費時間嘅交際，係啦，佢點樣描述咁樣嘅？其實即係點樣嘅咧？咁其實咧，你點樣認識自己？其實你做問卷啫嘛，做問卷之後一大堆數據，然之後分析你歸納喺嗰啲數據裏面，然之後將啲數據描述套落自己度，係咁樣。韓國年輕人咧就好中意用 MBTI 咧嚟揾伴侶。美國好早咧，啲公司咧已經揾啲性格測試咧嚟去做嗰啲，睇下佢合唔合適嗰個工作崗位。嗱，從正面嚟講咧，其實可能係對學習同自己相處啊，同人相處咧有幫助啊！你知道點同相處啊，佢弱點強項啊嘛，咁樣改善人際關係。不過咧，老實，有冇識得嘅人佢係好熟人格嗰啲嘢㗎？好熟 MBTI 嘅啊，邊個係渣女啊，邊個係渣男啊？呢個性格小心啲啊咁樣。有冇人係讀性格心理學嗰啲好熟㗎？有冇印象裏面有啲人啊？佢嘅人際關係好好㗎。其實我都讀過 MBTI 好多課程，曾經都用好多時間了解9型人格。坦白講咧，都幾有參考價值，能夠好快咁樣揾到一啲詞彙咧，去描述嗰個人嘅傾向。但係其實咧，冇改善過我嘅人際關係，亦都冇改善過我點樣同自己相處，甚至咧我會對人有偏差同埋前設嘅喎。呢個工具好容易咧，讓自我認識同埋人際相處咧功能化咗，用功利同埋表演嚟界定嗰個人。咩人配合咩事，咩情況配合咩反應。例如啦，你發現自己冇乜能量嘅喎，咁你嗌人咧就去安靜啦，咁啊就匿埋喺二角咁樣。如果你啲人咧就揾一班朋友去傾偈啊咁樣，你係咪咁樣 practice 你嗰個 MBTI 嘅？其實現實咧係唔會照嗰啲數據嘅預測嚟行動㗎嘛。其實喺實際情況咧係你整個生命咧同另一個唔同於你嘅生命或者係同呢個世界互動。就舉個例咧，就係你點樣可以獲得蘋果嘅知識，去認識個蘋果。蘋果係啲乜嘢？蘋果甜，蘋果有咩碳水化合物，之類。咁但係咧，你永遠都唔夠你自己親自攞個蘋果拿起手擺落口咬，嗰個認識蘋果更真實。生命遠遠咧唔係用數據同埋測試咧嚟評估。一把尺咧係只可以度到人嘅高度，但係度唔到音量。咪只能夠度到咪嘅音量咧，女聲啦，但係度唔到重量。磅咧只可以度到重量，但係度唔到心跳。我假設你有1000萬、1億樣嘅測試嘅量器，唔同 measure 得出嘅結果，係咪就等於嗰個生命咧？佢永遠都唔會等於嗰個生命。嗰啲係數據。關於認識自己，其實點解要用人哋嘅大量嘅數據嚟描述自己，而唔係你每一日去自我省察嚟認識你自己咧？有個好處就係夠快、夠方便。睇完之後，係咁個仲有咧就係咧一個陷阱就係有唔少嘅中性描述咧係可以用嚟迴避你嘅生命問題。你將品格嘅問題視為性格，例如咧你冇愛心咁樣説話，就話我好直率嘅，
又或者用你嘅性格咧嚟隱藏你內心不良嘅動機，想中傷人，然之後用理性嘅包裝。其實一個理性嘅人嚟嘅，我嗰啲意思咧係咁樣，佢其實呢個判斷咧就麻麻地嘅，佢呢個行為係唔正確嘅，其實係中傷。最常情況咧就係用性格嚟成為呢個唔成長嘅藉口。我係咁嘅咯，我係豬仔喎。呢個就係近代最興。佢個目的其實係一個工具，視乎你想要啲乜嘢。佢個方法係咁問卷。咁信仰點睇嘅咧？信仰點睇嘅咧？哇！你要驗字啊，驗眼啊！加爾文咧，佢話咧，人如果唔先注視神嘅面，並且咧謙卑地檢查自己咧，省察自己咧，就無法真正認清自我。其實佢個邏輯好簡單嘅，神係做你，所以佢認識你。當你謙卑咁樣睇佢，你就會睇得清楚被佢做嘅你。如果嗰個人夠謙卑，佢可以睇到自己可以做到嘅嘢，歸榮耀俾神。所以話有啲嘢叫天生啦，天生就係天父賜俾你咯，天父生俾你嘅咯。簡單可以去到飲食，所以飲食都可以榮耀神，亦都可以到呼吸，呼吸都係榮耀神。你生存其實已經係榮耀緊神。神又知你有喜好。我全家咧都冇聽過古典音樂嘅。喺我小學第一次聽巴哈嘅曲嘅時候咧，我就感動落淚啦。咁呢個咧應該就唔關外界事，關神做我嘅時候就係我啲咁嘅喜好嚇。神都似我哋有唔同性情，有啲人理性，有啲人感性，有啲人內向外向，每個人都好獨特，冇優劣。咁但係咧，當罪入咗世界咧，罪同埋神賜俾你嘅嘢撈埋一齊咧，個問題就嚟啦。大家可以聯想一下，一個好感性嘅人，佢缺乏愛，佢有可能咩行動咧？唔好嘅，佢可能咧會傾向會對人情緒勒索。如果一個理性嘅人，佢加啲傲慢喺佢身上咧，佢可能會控制人。一個外向嘅人，如果都缺乏安全感，佢可能會吹噓佢自己。一個內向嘅人，佢加上嫉妒，佢可能攻心計。其實罪咧扭曲咗我哋嘅原本嘅單純。當我哋話要聽神嘅話，想成為佢看為好嘅人，你照佢嘅吩咐生活，同其他人相處咧，你肯定會發現咧，呢件事係好困難。同埋呢個過程就係認識自己。呢個過程就認識自己。聖經話咧，因為聽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對着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看見走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聽完冇做，其實已經知道自己係點，但係行開唔記得咗。如果係咁嘅話咧，基督教嘅自我認識有一個明顯嘅目的，佢唔係為咗工作順利，亦都唔係為咗你嘅人際關係美滿，達到你自己想要嘅結果。基督教嘅自我認識個目的就係被神改變。我想喺度幫大家鬆綁咧，就係若果咧你時常感覺到失敗，做唔到主嘅吩咐咧，其實係正常發揮嚟嘅噃。你做到咧，其實因為你培育得好喎。呢個世界充滿住虛假、破壞、誘惑、惡意嘅自私啊！其實你要恢復同埋培育翻你自己嘅生命，其實真係唔容易。不過唔係冇可能。今日咧一段經文咧非常之清楚嘅真理，關於係面對自我嘅真理。我哋要改，但係唔係咩都改。我哋要守，唔係咩都守，唔係乜嘢道德行為啊、外在嗰啲嘢啊。其實聖經咧成日強調嘅就係要讓我哋嘅心思意念咧慢慢貼近神，人教似神，被神去改變。咁我哋一齊睇一段經文，剛才大家默讀嘅，默讀嘅經文。佢話嗰陣時耶穌就向門徒表達，佢要去耶路撒冷啊，咁啊長老祭司長咧都跟住受苦啦，然之後受害啦，3天復活，彼得拉住耶穌，責備佢，主啊，唔好咁樣，唔得啊，唔得！呢件事唔可以發生喺身上。那時係幾時咧？那時咧就係耶穌喺門徒面前行咗5餅2魚，行咗7個餅餵飽4000人。眾人都知道耶穌可以行神蹟，然之後啲人咧就猜，耶穌係邊個咧咁啊？有人就話耶穌好似之前嗰個受歡迎嘅施洗約翰。施洗約翰嘅意思其實係預備王嘅道路。
王即係彌賽亞啦，我就唔用啲槍用王，大家明啦。咁仲有咧就係佢係以利亞，咁以利亞咧喺王國時期咧行大量神蹟嘅，佢係王嘅先鋒嚇，又或者佢係呢個耶利米，耶利米就係介紹王嘅祭司。咁然之後咧，佢哋咧就咁樣理解耶穌就問彼得：咁你哋認為我係邊個啊？彼得就話：你是基督，你是永活神的兒子。哇！彼得答幾清楚啊！你唔係王嘅預備者，你就係嗰個王。自從彼得去認清耶穌嘅身份咧，耶穌就向門徒去講清楚佢嘅計劃同時間表。不過咧，最先認為耶穌係王嘅彼得咧，卻對於耶穌嘅行動有好大反應喎。咩行動？耶穌你唔可以咁樣㗎！主啊，你絕對唔可以咁樣，呢件事唔可以臨到你身上啊！彼得對耶穌嘅身份係認信嘅，但係佢冇諗過接受耶穌嘅計劃啊！父神嘅心意佢唔知道，佢反對嘅就係耶穌受苦、被害、復活。王係唔應該受苦，王係唔應該俾人殺嘅。復活係乜嘢？我唔明啊！但係耶穌只係教導個門徒，然之後常常去引導人，俾引用嗰段經文。當嗰個人咧，佢好講啲嘢好壞啊，咁然之後你有呢啲經文，撒但推去吧咁啊，可以攞嚟鬧人，撒但推去吧，啱你心意就撒但推去吧。耶穌就話轉過來同彼得講：撒但推到我後邊去，喺我嘅絆腳上，因為你唔思想神嘅事，你思想人嘅事。撒但嘅意思就係對立啦。呢度講咧就係彼得嘅想法同耶穌對立。乜嘢想法同耶穌對立咧？就係你唔思想神嘅事，你思想人嘅事。簡單啲就係佢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就係即係點咧咁啊？嗱，好簡單啫，你大家一齊合照，咁嘅時候 send 俾你，第一時間望邊個啊？你唔會望我啦，望自己啊嘛。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咧，其實唔一定壞事喎。老實講啦。彼得咧，佢其實佢唔想將來嘅以色列王死啊嘛，係咪壞事啊？如果係你，你想耶穌死咩？你都唔想耶穌死㗎，壞事嚟嘅咩？有啲人嘅性格係好中意幫人，有咩唔好啊？彼得點解要俾耶穌斥責？其實個關鍵咧就唔係嗰件事嘅性質好唔好，而係咧你係跟邊個嘅諗法？你跟自己嘅諗法？定係跟耶穌嘅諗法，定喺你人生裏面有眾多嘅生活抉擇，都會影響你跟隨耶穌。就好似咧，你食啲咩飲嘢，你口渴嘅時候飲嘢啦，喺你飲嘅時候咧，或者你食嘢嘅時候咧，其實你真係深信呢個係神供應啊，定係你自己賺翻嚟嘅？好明顯咧，就喺祈禱之後咧，人哋食啲嘢好難食啊，神供應啲好難食嘅嘢俾你。點樣理解呢件事咧？就或者食頭先都有弟兄話：你知唔知唔食啲青瓜？我唔記得咗啫，我自己食翻食啦。睇你嘅行為啊，你嘅生活行為其實反映緊你嘅信念啊。老實講，你有病，你信祈禱啊，定係信醫生啊？信醫生，我好老實喎。信祈禱同信醫生有分別喺邊咧？其實，如果你信神係眾生命嘅護佑者，佢嘅護佑方式係透過醫生嘅話，你睇醫生係好正常嘅。不過咧，問題就係你以為真係醫生嘅能力幫你，醫生佢都只係按佢嘅認識，跟住個清單嚟幫你。神對呢個世界嘅護佑咧，佢有個諗法，有個系統。有個自我防衞機制啊，嗰啲 medical 嗰啲嘢啊，咁樣人可以自我修復下呢啲，神經真係護佑緊你。不過咧，我哋就覺得醫生醫好係理所當然啦。你就容易咧，對於生命存活存感恩嘅心咧，就唔容易有呢個感恩嘅心。你覺得活着咧係好老諷嘅應份嘅。以神為中心咧，其實係一個生活裡面嘅認信。其實呢個信念咧，唔係你一時三刻嘅習慣。所有嘅係你慢慢建立出嚟，就係因為我哋太習慣自我中心咁生活咧。有啲嘢真係冇諗到，其實係神嘅幫助喎。而且有啲嘢咧，其實咧個出發點唔壞嚇。
自我中心嘅出發點唔壞，好似彼得咁樣。耶穌佢同彼得講，但係佢點解要鬧彼得咧？因為彼得想佢好嘅喎，但係佢指出嘅就係、你其實好明白神諗乜嘢，你用翻神嘅眼光去諗嘢。不過當時如果佢用耶穌嘅光去諗咧，都應該未諗到嘅，因為呢件事太得人驚啊！神會死喎，諗下神嘅兒子會死耶穌咧好明白人心裏面嘅自我中心，佢唔係完全否定，但係佢要修正。所以咧，耶穌講彼得嘅諗法似撒但啫，佢冇叫佢離開喎。佢話你諗法係撒但，但係佢冇叫佢離開啦，撒但嘅。佢唔係喎，佢話推到我後邊去啊，推到我後邊去，後邊做乜嘢啊？後邊咧，我哋去下一頁。接着耶穌對門徒説：佢借呢個情況去教導佢哋，教到咩啊？如果有人要來跟從我，就當捨己。退到我後邊做咩？退到後邊跟我咯。退到後邊跟我咯。嚟到我後邊跟我，你思想似撒但啫，但你都可以跟我，因為你都係我愛嘅門徒。耶穌冇趕走佢，你跟住我後邊就啱，你跟住我啦。咁我話點樣跟住你呀？咁樣佢有解釋啦，捨己咯。捨己咧就唔係放棄物質，享受啊、自虐啊咁樣。哇！我中意自己，唔係咁樣，而係你唔好用自己嘅方法同埋期望去過活。你係要活喺神受造物對受造物嘅心意諗法裏面去過活。跟隨耶穌嘅人係要離開你嘅自我中心，唔係否定自我，只係以神為中心啫。你諗自己咁係自我中心，諗神咧，你就可以學到唔係自我中心，因為以神為中心。仲有咧係耶穌係同一個門徒講，同一班門徒講，佢同一班學徒去跟隨耶穌嘅人去講，提點佢哋。代表住啲咩咧？代表係一班人，你哋唔好自己顧自己顧自己嚇。咁咧有段經文咧就係馬太福音嘅。上次講彼此嘅時候咧，啟聰傳道咧都有，啟聰長老咧都有講嘅。哇！呢個偽君子，你先除去你眼中嘅梁木，然之後就睇清楚啦，除掉你弟兄嘅木兆啊，木兆，多謝。好啦，你睇清楚，你就可以幫佢。點解要佢用眼嚟比喻嗰個關係嘅咧？即係睇到人哋唔好嘅嘢。嗱，你知唔知咧？眼睛咧，我有問過呢個問題，但係我覺得個解法咧幾好。嗱，大家睇下可以參考下。點解咧？隻眼咧要生喺個頭度嘅，隻眼咧唔可以生喺隻手度嘅。但係生喺隻手度咧，咁你咪可以睇到自己咯。你都會望到自己，咁隻眼望自己咧。點解生喺個頭度嘅？點解唔係生隻腳？腳都可以望到自己嘅喎。隻腳都望到自己喎。其實人嘅眼睛咧，彷彿已經反映緊咧神嘅創造心意。神咧係想要我哋放眼呢個世界，同其他受造物去互動，彼此認識。佢唔係叫我哋放喺我嗰度隻眼邊。呢日出咗添，放喺我少少大聲啊！放喺世界嗰度啊！唔係叫你自己同自己互動，要你同世界互動。當你見到肢體有刺，其實就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咧，檢視你嘅梁木，然之後去愛你嘅肢體，讓佢成長。我哋其實有冇一個群體咧，係為彼此嘅生命守望同埋禱告嘅咧？老實講啊，我作為傳道人啊，我自己機會都真係唔多。因為成日都係孤零零嘅，我成長裏面都係好少人去同我差唔多年紀啦，亦都好算講用上進咯，真係。咁過去其實輕看咗群體個守望，咁所以咧我有個感動，就係咧我想開祈禱會，我想開一個週三祈禱會咧，去為我自己，去為別人嘅生命咧嚟到禱告，歡迎大家嚟，我哋。嚟到就嚟啦，冇壓力嘅。當然咧，如果你自己教會有一班好好嘅羣體咧，更加好，係嘛？咁你冇嘅話都歡迎。真係其實好孤單，做耶穌嘅門徒已經難㗎啦，仲一個人做，一班人做啊嘛，可以彼此建立啊嘛。呢個彼此建立就係一個群體一齊學習嘅過程咯。其實唔係要我哋立即做得好，
冇人咧學徒咧即刻做得好嘅，你做得好就變咗師傅啦。咁大家都係邊學邊做噶嘛，嗰個弟兄跌倒咗扶佢，嗰個姊妹又跌倒咗扶佢，唔係嗰個姊妹成功咗咁咪今日學佢咁啊！大家一齊去檢討，一齊去享受，彼此幫助，彼此守望。好 OK， 我哋翻嚟，喺邊度拍拖真係聽話。點解咧？基督教認識自我認識係要被神改變，即係點解會咁諗嘢嘅咧？或者係其實被神改變嘅自我認識，最終係想點嘅咧？點解神想我哋咁樣咧？就係因為係咩啊？係愛啊！係愛哈你。神想我哋愛身邊嘅人，愛神啊！你自我認識係為咗去愛人啊！你自我認識唔係自己嗨嗨，你自我認識係為咗去愛神愛人，最終咧係享受神嘅愛同人與人之間嘅相愛。基督徒可唔可以愛神而唔愛自己嘅？諗諗呢個問題。基督徒可唔可以愛神但係唔愛自己嘅？當你實踐好多道理嘅時候咧，你會面對好多失敗，你會不斷咁去否定自己，覺得自己唔好。但係愛神嘅人點解會唔愛神創造佢自己嘅咧？我曾經都好討厭自己，我都諗點解會咁樣嘅？我信耶穌應該感受到耶穌嘅愛啦，點解我唔會學會自愛咧？好坦白講，我諗嗰啲時刻咧，其實我真係冇感受到神嘅愛。個原因其實係好可能係我都唔習慣同神相處，以為罪咧可以阻隔到呢份情愛。好，有請敬拜隊。同大家講一講，我呢個包字。曾經有一個人啊，佢咧就佢個感情好混亂，佢非常多外遇，佢都殺過啲無辜嘅人。但係神話咧，佢係一個合神心意嘅人。你唔知係邊個？知唔知係邊個？嗰個叫大衛。對於一個感情好混亂、非常多老婆，都殺過人、無辜嘅人，做錯過啲咁錯嘅事，點解聖經裏面用佢啊？聖經話佢係一個合神心意嘅人，記得嘅。神話佢係一個合神心意嘅人，點解咧？我覺得咧，佢確實係知道點樣同神相處。佢用計謀去搶人老婆、殺人老公，以為冇人知道。神差先知用個比喻同佢講，有一個有錢人，佢屋企有好多羊，而之後咧，佢唔用自己嘅羊去款待嗰啲客人，佢搶個窮人嘅羊。嗰個窮人悉心照料嗰隻羊，但係就咁俾佢搶咗。聖經就形容大衛，哇，極憤怒，我一定要治死呢個婦人。然後拿單就解釋。你就係嗰個啊！然後你知唔知大衛有咩回應啊？正常人係會惱羞成怒，你講咩啊？人嚟拉出去斬！呢個古裝片啊！大衛同拿單講：我犯罪得罪咗耶和華。佢冇為自己揾任何藉口。佢認識呢個傳人者。第二件事，因為佢知道自己做錯，神要懲治佢。佢去同拔示巴生咗個小朋友，個小朋友有病，佢一直去禁食，中夜咧就躺咗喺地上，任何人叫佢食嘢佢都唔食。過咗7日，佢個仔死咗。嗰啲神僕好擔心佢嘅情況啦，同佢講個真相更加差。佢哋交頭接耳，大衛聽到估到，然之後佢就喺地上上嚟沖涼換衫去殿敬拜。
翻去個宮廷度食飯。個神僕就好好奇，個仔活着嘅時候你就為佢禁食6日，但係個仔死咗你唔到起身嚟食嘢嘅。佢個回答好妙，佢話：我個仔佢仲生嘅時候，我禁食禱告，因為話唔定要話會憐憫我，讓我個仔活着。但係佢而家死咗啦，我點解仲要禁食咧？佢可以翻嚟咩？我去唔到佢嗰度，佢都嚟唔到我呢度。唔知大家有冇諗過咧？大衛其實係一個點樣嘅人咧？佢係一個好色狡猾，佢有佢嘅性格，佢有佢嘅盲點。但係聖經點解會形容佢係一個合神心意嘅人咧？因為佢認識神嘅性情，神係公義，神係憐憫，佢懂得點樣同神相處。佢從來冇為自己做錯過嘅事咧去用藉口開脫。相比起佢自己咧，佢更加將佢嘅焦點放喺神嗰度。神係點嘅？佢知道愛佢嘅神係點樣嘅。佢求神幫助，求神去管教。佢真係好醒。有咩管教好多過神嘅管教咧？你願意俾呢個世界管教，定係願意俾神管教？